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宣布，前美国国防情报局雇员罗恩·罗科威尔·汉森在联邦法院承认向中国传递有关美国国防信息的情报。汉森2006年开始在美国情报局做文职工作前，曾在美国陆军服役，专门从事有关信号情报和人员情报的工作，并且多年来保持绝密的安全审查级别。汉森承认，中国情报人员2014年年初将他招募，随后定期在中国与他见面，告诉他中国情报机构感兴趣的情报。汉森与检察官已达成被判处15年监禁的认罪协议。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参加伊斯兰合作组织第14届议长会议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穆斯塔法·桑托普谈了维吾尔问题。桑托普在讲话中指出，维吾尔土耳其人受到不人道待遇，并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在维吾尔问题上变得更加积极和敏感。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关于东突厥斯坦集中营和失踪的维吾尔族精英主题的磋商会议，10几位大学教授、记者和民间社会组织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东突厥斯坦的局势以及失踪的维吾尔族精英的下落。另一方面，华盛顿国家新闻大楼举办了关于中国在东突厥斯坦人权侵犯的摄影展。据报道，美国战略轰炸机降落在英国的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在过去的2天里，3架美国 B-52轰炸机和 B-52H 被派往英国。此前，战略轰炸机 B-52H 在加里宁格勒地区的俄罗斯边境附近被发现。据空中交通管制的人士透露，这架飞机模拟了对俄罗斯舰队的轰炸。在法国首都巴黎，黄色背心又回到了街头。警察在凯旋门附近用催泪瓦斯干预了示威者以后，示威者抢劫了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商店。